大家好，我係成人教育部嘅思俊。大家好，我係莫婷。4月份聖經遊戲盛會參加人數多達118人次，大會多謝大家熱烈支持。思俊，你上次話開估你個的英文名，大家都好期待。好，我解釋啦。第一個提示和我的中文名有關，思俊即是前進，即是步，重要的是講3次，即是高高高。我個英文名係咪好有型呢？日本人的父母曾經好中意將啲仔女改呢個英文名。個名咁熟嘅，好似係邊度聽過？係啊，成人教育部用咗我個名嘅諧音，推出咗高高高系列聖經課程，用系統方法去由創世記開始，每季教一卷聖經，一路順序教落去。而家已經教到約伯記，呢個課程亦都係我哋成人教育部嘅熱門課程，有10幾人由創世記一路上到依家，報讀人數越來越多。除咗熱門課程，我就最中意幾個金牌課程啦，包括信仰栽培班、福音探索等課程。除咗聖經知識外，啲主日學老師都會好關心我哋個人信仰成長，佢哋真係好有黑噶。仲有啊，由今年開始，多謝牧師及傳道們在星期六教授聖經經卷專題的主日學的高級課程。現在第2季，李牧師教授彼得前書；第3季，陳牧師講專題從聖經看金錢；第4季，文轉道教授士師記。另外有一個特別的主日學課程喺今年強勢回歸，呢個電影與信仰課程嘅粉絲等咗10幾年，終於喺今年第3季回歸，加上今年電影金像獎中2位基督徒朱柏康及朱雲編都獲獎項，估計大家對呢個課程會有好大興趣，爭住報讀。唔好口水多過茶啦，我哋要介紹今日主角文傳道，我哋好高興邀請佢同我哋分享箴言3章19至26節，題目係天羅地網。大家好，我係文麗芳姑娘，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箴言3章19到26節。聖經創世記話俾我哋聽，神喺創造呢個世界之前呢，地係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我哋可以想象，人喺未認識神之前，亦都係活喺空虛之下。當人唔識得分辨自己真正需要嘅時候，努力嘅去追求，佢係唔能夠得到滿足同埋平安，受到撒旦嘅引誘，更加可能陷入網羅而唔能夠去自救。我哋都會玩遊戲嘅，係咪？如果玩遊戲要玩得出色，有一件事我哋一定要知道嘅，就係遊戲規則。如果我哋胡亂去玩嘅時候，我哋可能好快就輸，或者被淘汰。要玩得好，就要識得玩。玩遊戲我哋會有說明書。其實做人都係一樣，不過因為人嘅罪令到我哋同我哋嘅創造主隔離，好似唔見咗本說明書咁樣。而喺我哋一生裏邊，有唔同嘅人灌輸俾我哋聽，有唔同嘅遊戲規則，但係呢啲嘅規則佢係唔能夠真正幫助我哋脫離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嘅情況。經文3章19到20節裏邊佢咁樣講：神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經文話俾我哋聽，神係用智慧嚟創造呢個世界。唔知道你有冇養過熱帶魚呢？我屋企我朋友屋企有一個養咗好多魚，同埋唔同嘅海洋生物。我就問佢啦，要照顧呢缸魚係咪要花好多嘅時間呢？佢話俾我聽，唔係啊，唔使理佢噶，佢自己就可以維持。咁佢同我解釋，原來設計呢缸魚嘅時候要花好多嘅心機，要精心嘅設計。就算係一條海草，一個微生物，佢擺咗落去都要深思熟慮先至放入去。當佢擺咗落去之後佢哋就會互相嘅配合，就可以維持魚缸裏邊嘅生態平衡。基本上，除咗幫佢哋加啲嘅器材模擬喺海洋裏邊之外，其他都唔會插手。
我聽到我覺得好驚訝，我原以為咧維持一缸咁嘅美麗嘅熱帶魚一定要用好多嘅人力，然而咧事實上佢係話俾我哋聽，要按每一種生物嘅特性，為佢哋創造生存嘅空間，佢哋就可以好好嘅自然嘅生活。如果人硬係要插手，可能只能夠咧帶俾佢哋破壞多過幫助。一缸咁細嘅魚都需要精心嘅設計，一個世界咁大，愛我哋嘅主更加帶住愛心嘅去用心嘅設計同埋創造，令每一個喺當中嘅人類同埋其他嘅生物都可以彼此依存咁開心去生活。上帝以智慧去創造，令到世界唔再係空虛混沌、淵面黑暗，而係充滿生氣同埋秩序。每一個受造物都有佢嘅角色，有貢獻，人可以喺當中揾到生存嘅意義同埋方向。而生存喺呢個世界嘅人類呢，最有智慧嘅呢，就係認識同埋依靠創造我哋嗰位嘅主。喺善惡難分、對錯難辨嘅世界，我哋要知道世界嘅標準係由創造主去決定，而我哋活喺當中係應該按照神嘅秩序去生活，咁我哋先至可以享受其中。除咗依靠神之外咧，經文21到23節咧咁樣話俾我哋聽，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同埋謀略，唔可以使他離開你嘅眼目。這樣，他必作你的生命頸項嘅美色，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腳。經文話俾我哋聽，要分別同埋持守真正嘅智慧同埋謀略，我哋就會有生命、有榮譽，生活就可以有平安，行路就唔怕跌倒啦。呢份嘅平安係點樣嘅呢？24到25節咁樣講，你躺下必不懼怕，你躺臥睡得香甜。忽然來嘅驚恐不要害怕，惡人遭毀滅也不要恐懼。失眠呢係而家香港人好普遍嘅都市病，而當中唔少都係因為焦慮同埋壓力影響我哋瞓覺。經文話謹守真智慧同埋謀略咧，就可以睡得香甜，唔係話咧做咗基督徒一定唔會失眠。重點係講緊，當我哋依靠神、遵守主嘅命令去生活嘅時候，就算係面對驚恐同埋威脅，都唔需要驚同埋擔心。學會依靠神，就一無掛慮，可以咧睡得香甜。我哋嘅創造主明白我哋嘅需要，我哋只要盡忠嘅去生活，晚上就可以安然嘅睡覺。人面對苦罪嘅天羅地網，聖經26節咁樣講，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縱使人生係危機處處，但係神應許嗰啲依靠神嘅人，神係會保守我哋嘅腳唔會陷入網羅，佢係可以踏上光明嘅路。人生面對挑戰同埋困難係難免嘅，只要我哋懂得將憂慮交俾主，我哋嘅每晚呢都能夠咧瞓好覺。祝福大家每晚呢都有好嘅睡眠。多謝文傳道同我哋有咁精彩嘅分享。第5期遊戲在5月20號起開始，今期範圍包括箴言第21到25章及5月份箴言講到有關經文及內容，鼓勵大家踴躍參加。